越南前总统马英九是邀请中国的学生团来咱台湾访问，加强赴9天的交流行程。内底成员包括中国乒乓的选手马龙等人，因为内底成员是学生，也毋过嘛真侪拢是共青团，也是共产党的党员，这是引起民进党的立委质疑有统战的记录。也毋过陆委会和教育部是拢表示，只要是按照规定来申请的，拢欢迎来交流。体验台湾人的美食，一定爱啉粉圆零茶。前总统马英九设宴欢迎来访问的中国学生访问团，成员赴中国乒乓名将马龙，甲夏季奥运金牌杨倩，用大学生的身份来台湾交流。虽然无甲中山路学生安排交流的时间，毋过到的所在依然有真侪学生队列。是我给他写的一个小卡片，因为他其实现在可能不会太出现在赛场上了，然后他希望我们还是能对他说马龙再来一球。这摆访问团赴北京大学、清华等中国7间大学，总共40个师生。当日7名行程除了到台湾有名大学交流，也参观台北故宫101大楼、日月潭等有名景点，佮参访台湾的企业。民进党立委沈碧荣是表示，其中不少成员是共青团团员，或者是共产党党员，因为有统战的记录。大陆有将近1亿人的这个中共的党员，那这是很平常嘛？你看我们到大陆去参访，也有民进党的，也有国民党的，也有民众党的。难道大陆也要觉得说你是什么党的就不能来吗？符合规定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是乐观、乐见其成两岸的这个交流。目前可能还是没有太多有可能会有这样国家安全的一些疑虑。朱志仪灌输统战思想，小小金反驳台湾，各具重申农政府主权甲想法。陆委会甲教育部是强调，那一切按照规定来申请甲进行，拢乐见两化交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